几多人限些时间路好画图，不过他也还是按好画，甚至打算行一条路。可能太人啥路问问讲，画图画嘅多深下，会认为画图乃算乜嘅条路呢？不过更加冇听错係安尼嘅哟。今下社群网站同性软体按有发展，大家沟通过时间用图来推写诗、推讲话。插画家因来因素都注意。图文插画也常常对配角变做主角嘅，民众也开始很花钱来买一道图。台湾嘅插画产业已经有一只新嘅出来嘅。去年是有调查讲，台湾人桃园当日用智慧型手机上用嘅时间係世界上最多嘅。每喺全世界最急手機嘅國家，手機同性軟體一種圖表示心情，用圖來代表話語，係一下一等時行嘅溝通方式，也咪代表也各有生理後奏。因為其實它也畫得很實用，所以就也很好用。對啊，所以就花錢買下去。會間的跨域治理。行到哪就有好上妙，韓國今年人有個關看圖看影像來思考，插畫天天地對配角變做主角。將來的一個載體啊，會從書或者是報紙、雜誌上轉變到網絡。那這種載體上的轉變的話，是非常適合圖像的創作的，跟以前不一樣啦。以前就是看書嘛，裡面是文字，所以圖畢竟就是配圖。那現在變成一個網絡的時候，我們是用手機在 roll 嘛，對，那就非常適合，剛好那個大小也適合啦。所以我覺得插畫慢慢的，我講插畫是統稱啦，其實這種圖像創作啦，會慢慢的變成一個主流，所以這是一個趨勢。劉宇亮別名安多太模樣係嘅插畫家，以前來200人嘅插畫家，共下攀亞洲插畫節。希望打幫攀成立，我有韓國多人來看到針對插畫家嘅作品。希望是一個平台，然後真的說讓插畫從配角，因為以前一幅畫就是要配文字的嘛。那你看現在現場所有的創作都是單幅的被展出。而且這又跟那些藝術作品不太一樣，我們的插畫是非常的親民的。看來的觀眾，其實不管你是不是在畫圖，大家對這些作品是有興趣。每個的作者的對他的感受度和靈敏度的不一樣，並且我覺得說，我們多認識一些作者，讓他所呈現的東西，讓我可以，並且可以讓我作為吸收的方式上，並且教育小孩子對美的事物，你如何去看待。其實有關繪畫我都會看，然後因為就是我比較偏就是想往繪畫那邊走，因為我不是本科系的，所以就是想多學習。亞洲插畫節現場真蠻多人來參觀，愛愛神冇畫高相關的文創商品，美國多人買該受歡迎，也有插畫家每家國多人認識的。幫助是一定有的啦，那當然是能透過越多的曝光平台管道去曝光。對我們都會有一定的那個好的影響嘛，就是所以我們自己也是盡量在就是尋找那種更多的曝光管道，多一點曝光機會是好的，可是因為有很多厲害的人在裡面，所以你會更要告訴自己說，你自己要把你的特色找出來，才不會就是因為太多人了，所以你會看被就是沒辦法被人家看到。有日現場未攀簽書費，插畫家同讀者群內面對面，群東擺無共用，作者總係無人看到無認識，整體簽名嘅馬斯團體係無內容嘅創作者，無內容係對社群網站項發展起來，都見有37萬畫面。無奈熊就是在臉書上面都會寫一些就是讓人家很有感覺的話，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會喜歡。對啊，不只有無奈熊，還有什麼發懶豬啊，或者短頸鹿啊，或者兔兔，其實還是蠻多人喜歡的。對啊，然後就是借着這個機會就可以來找無奈熊簽名這樣子。第
人寫嘅無內容線條過簡單，不過看起來過溫暖，過有鼓勵人愛立志嘅大能量，題目路向過受人歡迎。目前这1-2年呢，我们的那个生活不是都蛮无奈的嘛，到处都充满无奈跟黑心事件什么。那其实就是由这个角色来发想，然后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理念，就是虽然生活很无奈，可是我们不会被无奈打败，会要自己找到自己的幸福这样子。基本上我们一天大概会至少会po2到3篇的图文这样。那我们没有所谓局限在某个主题。粉丝如果有来留言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做法就是每一篇几乎都会在回复粉丝这样子。对，那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把粉丝当作自己的朋友这样的角度，然后来经营这个粉丝团。就會按書分享，無內容出來無2年，唔單止出書，相關的商品一項進出，像係不作為人工嘅做辣拖嘢也到。比如說你用了無奈熊的馬克杯，那其實它就是陪伴着你的那樣子的一個感覺，對。那所以在商品設計方面，其實就會都比較偏向說你生活上用得到的。無內容會按教就按空中，除為題目路向改動人改家己。無聽上面團員唔係單3人創作出來嘅圖文有關，而係幾對人以3人做一項做出來嘅。講起來，單元通馬為插畫家設計法，就見性格一道。而係池崎骏係去日本發展嘅後生畫家，而創作嘅色彩過豐富，無看天愛畫馬嘅，無寫寫圖畫書，韓國係無論哪國的人就看得識，而唔係數到文字嘅漢字，有才看的人去想到簡轉立馬化。迄5個詩有寫喺題嘅話，而且可以看頓詩去想畫嘅東西。咁迄無詩嘅話，變咧而畫嘅都無好看，像可以看圖，安尼想法我會唔會限制住啦。池崎骏嘅圖畫書創作，先前媒體屏東縣文化處展出，而希望打幫圖畫書度是社會嘅理想，帶看嘅人看到無同樣嘅世界，同時媒體會到團員分享有益快樂嘅。因為日本嘅兩個行都無帶鐵道去旅行，伊迄擺一啲有嘅嘅旅行嘅時節，去個嗰度蔬菜，買個嗰度東西，變得伊個船嘅鐵槽，路卡喺條河川底部，冇辦法再往前走。後來一路用到伊拿來很多東西，真是有用到哈，真是個重要哈，一路上路團結了東西路，發本大家，發本森林裡嘅朋友。然後就很多朋友又反過來幫他，讓他可以繼續去旅行的故事。池崎骏學畫圖22年，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呢專業嘅，就去日本主修圖畫書，而清清楚楚嘅講出台灣、日本兩國插畫環境有哪無共用。日本人過多啦，加伊等因為繪本啊、漫畫過多人可以看，已經做成一個系統，做安尼嘅事情的人可以賺一多錢啦，加稿費嘛有一啲標準嘅片，聽得過好，看得人多，買嘅人多，伊嘅環境一定會比台灣過好。但係而家台灣嘛有睇嘅進步啦，個看繪本嘅人嘛慢慢變多嘅，但係台灣有一啲過睇嘅問題，就係有幾個過有名嘅人睇嘅片，變咧嗰度新嘅人會更難出條。屯池崎骏強用單人通馬嘅插畫家，還有新竹富強人嘅 Hollis， 而畫嘅五主角愛美莎，將夢中嘅人物打扮到熱鬧，用甲嘅現代世界同朋克同化嘅元素，主角會清楚畫到像有神樣樣嘅。以心為出發點，去看見你夢見世界，然後能夠在現實中找回他自己。
的概念哦，所以我的里面有很多的原理跟梦境跟现实的镜面有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或现在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都是可能霸凌事件，或是单亲，或是被排挤，或是我过去小时候曾经也是有点自闭儿童的部分，不善于跟人表达。可是透过画画，我慢慢的，好像大家在做生活的时候，我好像我有自己的想象世界，丰富了很多我自己的童年记忆。好利是托太后替同人志同漫展摆摊的开始出来，外面上也个故事已經10年了。好利是因為插畫創作而永久活動下去，必須要同各行各業各樣嘅發展連接得到，甚至係同企業來合作。我希望可以之後像是以食譜概念，或是跟一些企業品牌合作，做成一些有趣的概念，讓很多人他可以自己擁有這樣的甜點的方式在家裡製作。那如果可以把夢見食譜把它抓出來的話，那是不是就可以把那個我喜歡的吃的食物呢帶來我們現實當中？而這樣的一個有趣的主題再去結合可能一些企業他們現在要的一些包裝上面，我覺得可能會更好。詞曲運用畫筆畫出係唯一型嘅，無論係歡喜也係嚇到嘅神道嘅，就畫到個角色，也係個受歡迎嘅同性戀體貼圖。所以講係對能產出條嘅插畫家來講，就係佢哋發展嘅好素材。像 Facebook 係一個幾好嘅發表作品嘅平台，加賴嘅貼圖嘅話可以本一定一啲幾筆啦。伊個圖係摕幾片可以賣得出去嘅話，代表幾多人會喜歡，加能見度嘛會高一些，加伊幾片嘛可以有一些署名的話，來講到個會好。賴貼圖也風靡了，因為它的會員人數大概全球大概用戶量有5-6億人。那這個每億代表是每個人只要下載所有的賴圖，幾十塊都可以造就上億的市場。那對我們創作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好曝光的機會。所以，可是，在前陣子，因為很多人一窩蜂擠進去的同時，其實你要帶那麼多全世界人口的用戶量去被看到，其實也是困難的。可是也是值得嘗試。父母親也不太希望小朋友將來從事這類工作。慢慢的，大家可能生活變得好了，然後網絡，剛才我講載體的轉變的關係，那整個環境開始蠻適合創作，所以呢，最大轉變是大家覺得就開始認為說這個圖是應該付費的。比如說賴，我們以前 MSN 開始的時候，我們做的那些所有的貼圖呢，通通是收不到錢的，大家做開心的，做身體健康的。但現在賴都要收錢，然後慢慢民眾也覺得說，我用這些圖我要收費。等等同性戀體案發態同社群網站發展起來，插畫家越來越有表現的空間。台灣咩開始出現角色經濟，有一個趨勢，就像現在賴的貼圖非常的，就是大家非常的火紅嘛，所以有一個插畫的轉變是，他們在畫一個角色 Kitty 啊，或者是苗鼠啊。但現在台灣也慢慢在重視這個角色經濟，所以插畫慢慢如果轉為是在講一個什麼故事，那你畫的角色就可以被經營。那這樣馬來貘也是啊，他畫馬來貘跟熊貓嘛，對，那大家就會認得那個東西。所以這一類型的，它可能會比較受到注目，而且比較容易受歡迎。一個成功嘅角色創造出改讀賺錢嘅機會，也係畫插畫唔單淨係平面創作，咩簡約嘅，等等行通天花也都按發達，韓國企業近來更好用圖像來行銷，插畫家希望同大家傾夾共下，來帶動台灣插畫產業嘅發展。